想要支持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韩市长的年轻人就是应该要多发声，所以我们有什么活动吗？我看你今天有特别装扮，挺很大耳机，从台北来。哦，从台北下来，怎么会想到要来参加这场游行？因为今天在高雄好像有2场游行。对，因为我们想要就是希望国家的未来就是可以越来越好。我觉得年轻人要站出来。对。所以平常是比较少看到年轻人站出来挺市长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就是觉得韩市长的年轻人就是应该要多发声，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要代表年轻人，所以其实还是很多年轻人支持。所以你们今天是大概多早之前就买票了，然后搭几点的车下来？有车上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们搭7点多的车，然后就是在车上就有看到一些穿红蓝的衣服，对，就觉得蛮感动的。一路从北到南都有看到这样。对 ，OK， 谢谢，加油！德雅的台湾安全，德雅的人民有钱，就好像是两兄弟呀，为人民呀，我俩一条心。祝你选总统，总统选好；祝你选总统，总统选好。那我们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呢，他们也有一些心情，想要用唱歌的方式来跟大家表达。然后我们请2位指挥。1、2、3。我们俩牵着手呀，选总统呀，选总统。德雅的台湾安全，德雅的人民有钱，就好像是两兄弟呀，为人民呀，我俩一条心。再唱一次。太好听了，我们再唱一次啊！好，来指挥。好，2、3。我们俩牵着手呀，选总统呀，选总统。德雅的台湾安全，德雅的人民有钱，就好像是两兄弟呀，为人民呀，我俩一条心。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，中华民国万岁！谢谢。市长刚刚有没有跟赖清德互动？有没有跟他说对上李家茂对上我也认证的夫人？市长李家茂在美国报区说他被说成市长，那你有交代你的兄弟吗？在你的喜悦2号。来，被害兄弟的感觉。市长跟赖清德来，3名的市长加分姐是不是很委屈？因为他被说很会干政。市长为什么要送金章？市长那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一套飞行夹克这件衣服？总统，谢谢总统。这样我们院长又。现在2个有张赖清德兄弟吗？有空来收钱。我们俩牵着手呀，选总统呀，选总统。德雅的台湾安全，德雅的人民有钱，就好像是两兄弟呀，为人民呀，我俩一条心。